今日澳門施政報告喺房產稅項減幅嘅力度咧係叻過香港嘅，亦都係2009年以嚟咧首次嘅加甜嘅。咁今日咧會分幾個部分同埋俾一啲數據大家去分析呢件事。咁首先點樣叻過香港呢？香港喺今年2月26號咧推出咗400萬以下嘅房地產交易啦，只係需要交8蚊嘅稅嘅啫。咁當時咧就極為轟動，市場咧都認為比較熱嘅。咁今次澳門咧係600萬以下咧係有個免稅額嘅，咁所以咧比香港係叻咗200萬。咁我哋計下條數咧，喺香港咧如果你買咗400萬嘅樓咧，其實就足足慳咗6萬蚊嘅稅。而喺澳門咧，我哋足足係慳咗12萬嘅。咁所以咧比起香港嘅慳6萬咧，我哋慳多咗1倍㗎。咁第二咧，有朋友一定會問啊，咁今次好定唔好啊？會升定係會跌啦？咁我唔夠膽咁快下結論啦。咁但係我會俾啲數據大家自己分析下。咁首先我哋睇下香港啦，首8個月咧，我哋見到400萬以下嘅交易咧，從去年嘅33% 就升到37%，咁即係多咗10幾個%嘅交易量。咁呢個數據咧係計埋頭3個月嘅，亦即係話計咗5個月咧已經多咗10幾個%。如果拉長嚟計咧，我估計可能會多2至3成都唔出奇嘅交易量。嗱，咁澳門方面嘅數據都睇下啦。嗱，其實今次喺2009年以嚟嘅首次加甜啦，大家睇翻咧喺2009年咧，我哋出咗一個4厘補貼同埋首置擔保借90成嘅一個計劃嘅。咁喺2008年嘅時候咧，我哋亦都係出過一個首置300萬咧嘅免印花稅嗰個計劃。咁當時嘅原因咧，亦都係因為2007年咧，我哋停咗投資移民，導致到個成交量開始跌。亦至到去到2008年金融海嘯咧，當時亦都係講到房地產係一片死寂㗎。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之後所謂出嘅加甜政策，亦都係過去10幾年咧唯一一個加甜嘅政策啦。嗱，咁大家去睇翻個數據，當時政策出咗之後咧，個成交係有即刻增長嘅。咁當時亦都樓價亦都會升，但係我覺得當時升嘅主要原因都係因為 QE 啊、量化寬鬆、減息等等呢啲原因嘅啫。咁所以呢個數據咧，我哋暫時唔講樓價升跌，只係講成交量嘅多與少。再回顧下咧，喺2009年填完之後咧，之後呢10幾20年咧，其實全部都係辣嘢嚟嘅。嗱，咁我哋睇2011年嘅6月14嘅特別印花稅啦，2012年嘅10月30號嘅額外印花稅，2013年嘅樓花法，2017年5月嘅首期比例大幅上升啦。咁亦都2018年咧再加徵第2套、第3套嘅特別印花稅啦。咁直至到去到2024年咧，其實先至全面撤辣嘅。嗱，咁所以我哋睇到個數據咧，嗱，基本上所有加辣之後咧，除咗2017年之外啊，全部每一次加辣咧個成交量都係會減少嘅。咁加甜咧就會上升嘅成交量。好啦，咁點解2017年加辣係冇成交下跌咧？嗱，咁主要嘅原因咧都係因為佢同步咧首置咧嗰個按揭比例咧都依然可以做到8成，咁所以去彌補翻咧其他嘅成交量下跌，因為首置嗰個成交量咧係大幅增長咗。咁大家如果記得咧，當時首置咧係由可能5、6成嘅比例咧，去到突然之間飆升到80幾個%，持續咗好多年嘅。咁第3部分咧，咁有咩會受惠咧？嗱，大家可以睇下呢個數據圖表啊。喺2017年嘅時間咧，大家都會睇得到啦，50方以下嘅價錢咧係平過50至99，100又會貴過50至99，150又會再貴啲。咁呢個係17年嘅數據啊。咁去到18年咧，首置開始出現啦，有個按揭嘅唔一樣啦，首置可以借8成，其他啲都係借3、4成、4、5成嘅時候咧，佢慢慢個走勢開始有所變化啦。2020年開始，一路去到2023年，全面撤辣之前咧，大家會見到咧細單位嗰個價錢咧係明顯咧係高於大單位嘅。好啦，咁直至到2024年嘅全面撤辣，咁大家睇到2025年嘅第2季嘅數據又重新咧大單位咧又貴翻個細單位啦。咁即係話全面撤辣喺細單位冇特別優勢之後咧，個價錢個跌幅咧係大於大單位係比較多啲嘅。咁喺今次嘅有600萬嘅豁免印花稅之後咧，咁估計咧應該可以幫到細單位唔少嘅。咁今日房地產嘅數據咧提供呢度啦。咁其他施政報告嘅內容咧，亦都一如既往，澳門都係非常好福利嘅一個城市啦。咁亦都係相當唔錯嘅。咁其中最值得我關注嘅部分咧，喺橫琴嘅人才卡同埋橫琴嘅一個大學城嘅一個政策，我覺得比較值得我關注嘅。咁今日嘅內容講到呢度啦。如果大家睇完施政報告之後有啲乜嘢問題想討論咧，歡迎喺留言區度話俾我知。多謝。